南投县体育场的跑道整修完工，举办启用的典礼，同时嘛来举办着幼囡仔的骹球比赛。南投县政府甲体育署争取补助的新跑道，经过半年的修理，总算完工啊！ 已经使用了几十年，因为 PU 跑道都破坏非常的严重哦。早上来运动，傍晚来运动，甚至晚上来运动的话，都是会踢到这个破洞都跌倒哦。同时，佮结合运动爱台湾2.0的计划办囡仔骹球比赛，有33间幼稚园的囡仔参加，比甲真欢喜。我们今天所有的小朋友玩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觉得好不好？好。特制化。我觉得他们踢足球之后就是很有活力，而且每天都很兴奋。 县政府甲台湾体育大学合作成立骹球培育发展中心，这2年来成果真好，带这囡仔趣味学习，和骹球运动更加普遍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